因为惊讲超级运算、人工智慧技术会互中国拼过，即马有风声讲，美国打算对8月开始禁止台湾、甲新加坡等国家甲晶片生产设备出口去中国。这详细限制目前是还未定案。 有风声讲，美国搁再出手，按算这个月会对外宣布限制中国先进晶片制造中心，差不多6间中国的工厂，未来无法度甲台湾、甲新加坡等部分的国家进口生产晶片的设备，恐惊会造成台湾外销受到影响。 将台湾、新加坡、马来西亚并没有做成一个豁免，甚至是加强管制，是因为他们就知道台湾或者是其他国家的半导体设备本身是不具关键性的，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我当然要宣示，就是说我要对他们进行管制。根据了解，这届美国扩大对中国晶片的禁令，是以外国直接产品规则来扩大，禁止台湾、甲以色列等的国家外销上先进生产晶片的设备予中国的制造厂。 不过，包括日本、荷兰、韩国做晶片设备的业者，都无包括在内。观察最近，美国一直有动作阻挡中国的晶片。6月12先限制中国摕到 AI 晶片的技术。7月17通知东京，为了科创等的供应链，若提供中国先进晶片的技术，会面临贸易的限制。后来传出回答替中国开发符合美国出口管制 AI 晶片，即马又传出禁止部分的国家外销制造半导体的设备去中国。 日本、荷兰是高阶半导体设备主要的生产国家。如果日本、荷兰不在禁令的范围，实际上认为这个禁令效果非常有限。根据路透社的报道指出，目前也无法度确定是倒一寡中国的晶片厂会受到影响，因为新的计划内底的规则还搁伫咧草案的形式，还未定案。针对这点，负责监督出口管制的美国商务部发言人，伊是拒绝对外来发表言论。记者综合报道。